昆虫是地球上数量很多的生物族群，佢也都蛮耐做黑，总是本佢也都渐渐的生养上多。台湾昆虫王国地图的生物很多，也都尚无乜嘅了解。佢也都固定用嘅秘密生法，就本人向下出发，清出控制人身边嘅昆虫。昆虫抗入侵。台湾島四面就是海，有東長嘅海岸線。啲沙灘上接上就得看到，被風吹出來嘅沙丘。啲啊看起來馬街做毛嘅環境度，啲沙底下肯定夜光殺樹沙磚呢。沙磚呢，從細喺到皺皺嘅沙度，佢生咗扁扁平平，有太多定形樣嘅太牙，係佢綠色嘅攻擊。一道從溜到用嘅闊嚟，係用嘅來喏。沙磚呢，搶咗地推廣後，佢一道會喺沙地上見轉見日出，從溜到用嘅闊嚟。因為一種習性，故所好多人喺佢一道倒退路，也係沙地啊。闊嚟越好。沙磚呢，就會提個點點細蟲嘅自家走過來。等有啱啱嘅細蟲嘅行檢嘅時節，看到附嚟下嘅沙磚呢，就會有感覺。佢會用頭拿落沙嘅撐起來，跌過去，本細蟲嘅點點沙嘅跳下來，沙磚呢就會用佢利利嘅太牙撈佢夾輕輕，撈佢捉到走走。一陣夜光冇聲音，走到沙磚內嘅附力度，我揭出來實在有困難。沙磚內竟用沙嘅得聲夜光，前面聲夜光行喺跌下去嘅，變咗夾嘅太長。個較厲害嘅來了，有一種較罕得見到。較太雜嘅沙磚呢，佢係做得向前行嘅，也雜太火嘅，佢唔是熱乎咧。像我點點嘅啲沙度鋪頂，準備好利利嘅太牙，看哪一隻路過嘅細蟲嘅卡水。啲木族含糊唔參加嘅時節，沙磚呢準備啲食豬了。馬家冇看清楚哦，佢就本再看架一擺慢動作。唔對麼？沙磚呢唔係經喺到沙度嘅哦，沙磚呢太熱過後，為啲沙度作掉，等退學。日日看，沙度走出來一隻幽幽長長嘅蟲誒。原來啊，係沙磚呢啲沙度嘅蟲胞走出來嘅。沙磚呢退學過後，按到蕉林，唔是個生發啲沙度嘅，佢生意咧做得比上天呢。係講有機會去海巡，假使看到沙地上有一隻隻嘅細溜豆。做得拿草誒釣看啊，冇聽錯，會釣到沙磚的哦。